来看咱高主巴西办事处这姓王的组长自杀死亡，家属怀疑讲是因为伊唔肯去缴官司还收的费用，受到同事的霸凌。外交部嘛组成调查团去巴西，4月29已经返来到台湾，本地是要公开说明调查的结果，也毋过后来又搁表示讲，因为家属已经向法院来提出告诉，所以未当影响司法调查。也毋过家属是讲哦，因拢无看到任何的调查内容，嘛呼吁外交部爱主动提供予检调。咱个驻巴西办事处姓王组长对老身亡，家属接期内情无单纯，外交部对此派出调查团到巴西查明真相，已经伫4月29返来。原定等待调查报告出来了后，向外界说明。也毋过因为专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因为调查无公开原则，将未对外公开报告内容。目前王姓组长的家属已经正式向法院提告，本案进入司法调查程序。基于调查不公开原则，外交部调查团的报告会直接送给检调单位参考，不会再另外对外说明。王组长微爽回应，司法1个半月，外交部才派调查团去圣保罗，到底是去调查，也是去检收成果。这期姓王处长设计无赖陷害，迫使王组长的规证，早已经无了了啊。对家属来说真的是蛮无助的，因为一开始外交部说他调查完会尽快和我们做说明，那现在其实他也没有对我们来做说明，连私下的说明也都没有。家属表示，到目前无收到任何外交部说明，那外交部要提供报告内容予检调，请完整个详细的提供，同时也请配合检方的团信校正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